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《乡村仔艺术相机》，由小弟乡村仔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呢，乡村仔要来和大家讨论台语一寡语词和读音这个议题。对于台语语词或者是读音呢，常常听人讲，你安尼讲唔对啦，应该安怎讲才对？乡村仔有时听这种讲法，拢会问为什么呢？有诶讲教部台语词典呢是安尼讲诶，有诶是讲我诶台语老师是安尼讲诶，有诶是讲我认为应该就是爱安尼讲，或者是阮拢安尼讲。台语一寡语词读音呢，对也是毋对，对我来讲较毋是重点啦。颠倒是为什么是安尼讲，或者是安尼讲的原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比较有兴趣。像这个物件呢，有人讲饭包，有人讲便当，什么人讲的较对咧？这个物件有人讲地裤，有人讲杀文，什么人讲的呢较对？这个物件有人讲绳啊，有人讲绳啊机，有人讲冰机，有人讲机啊冰，什么人讲的比较对咧？像这个物件，敢若嘛无什么对甲毋对，只有知影还是毋知影一项物件有真侪种的讲法。之前听台南的朋友讲红菜这个物件，我叫是红凤菜或者是红菜头，谁知影原来伊所讲的是茄仔啦。真正是一个所在就有这种讲法，这有讨论呢，我又去加捌一寡其他的名词。我看过一个先来讲，华语冰糖，台语正确的讲法爱叫糖霜，因为过去国民政府丑化本土语言，所以即卖人哪知影冰糖，袂记得有糖霜这个讲法。中国国民党对于台湾语言的政策采取迫害、丑化的手段，这是事实。要谴责，我嘛真赞同。但是，毋是逐项都要怪中国国民党。冰糖、糖霜这两种的讲法呢，甲中国国民党无啥关系啦。因为伫真久之前，就有人讲冰糖这个语词啊。先讲教部台语常用词词典的记载。糖霜、冰糖内底拢有讲到，是一种白色半透明的结晶糖。日本时代伫1931年到32年所出版的《台日大词典》就有记载糖霜甲冰糖啊。过来是1895年到96年安平关杂记，果店师傅呢是做各样的果品、糕仔饼、冰珠、冰糖、冬瓜。兼卖乌糖、白糖。1832年，甘仔兰听字灌录，冰糖就是白糖所煮的，敢若冰呢，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糖霜。1741年，中修福建台湾府志灌录，盐有煮有拍，糖有乌白，冰糖是用糖来去煮的，敢若冰呢。也阁有一寡资料，我就无阁再做说明咯。有兴趣的朋友会使看一下。这些资料拢能证明冰糖、糖霜的讲法，甲中国国民党无啥关系啦。另外，先来讲一张面床，这嘛是因为本土语言被禁，致使真侪台语的语词去互流失，或者是北京语化。袂记台语正确的讲法是爱讲一顶面床。当下我嘛是有甲先来请教，为什么一顶面床这是台语正确的讲法？这是以什么依据来做定论呢？不过个先来无回答，只是讲伊的文章呢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啊。其他就爱看你的智慧，我是无啥物智慧啦。只有家己查资料才有法度
印证讲先呢为什么有这种的讲法啦？毕竟一顶眠床、一张眠床，我拢捌听过，嘛无听人讲这有啥物对甲毋对。伫1926年，马偕医院近信有用罗马字写着眠床6张。伫1914年，精广牛山壁祝英台新歌专本内底就讲到一张眠床。伫1895年，这篇台照银字内底嘛有讲到眠床1张。当然啦，一顶眠床的讲法呢，伫其他的文献嘛有看到。比如讲，道光23年呢，吴勇这6个人盗卖进京餐客内底就讲到，卖有中用眠床1顶。所以我认为一张眠床、一顶眠床这两种讲法呢，拢会使啦。所以要讲的是字音，我有找一寡地方摕出来讲有问题的字音，和大家讨论。台语的先摆讲标准呢，一堆人拢念做标准，这是予华语所影响的。标这字的读音，我就无加讲邦母、澎母、全称、次称、送开无送开的分别，或者是漳州、泉州的分别啦。伫教育部台语词典就有讲到，标是文读音，而且伫目标这个词就有写着目标，又念做目标。过来这字呢，有人讲三声是传统的台语读音，若是念产生是华语化的读音。我听到这种讲法，就想讲，这是毋是地方腔口吃甲丝的差别的？比如讲，这个吹，若伫台南关庙这个所在，就会念做水；菜就念做晒。我找到1800年的雷音妙讹，甲1894年的精宝雷音妙讹这两本文书。这个呢，当时出现伫个时甲出，就是丝甲吃，所以这字念做产，或者念做散，拢会使啦。和华语化的读音是无关系。搁再来，这字呢，若念圆环是传统的台语读音，若念圆环是华语化的读音。乡村找到的资料呢，1716年的杜公书15音有看到环，不离个无看到环。1800年的雷音妙讹有看到环，嘛同款无看到环。1818年的雷集雅俗通15音有看到环，不离个同款无看到环。1875年的八音定决，同款有看到环，无看到环。但是伫1913年厦门音新字典，就看到环甲环。如此，这字念做环，应该是甲华语化无关系啦。再来这个凄凉，大多数台语歌拢唱唔到，比如讲阿吉拉命运的语达，就唱做凄凉。凄凉的语达声。提出这个见解的先呢，是基于教育部台语词典呢所收录的语音来做论述的。其实教育部台语词典所收的音或者是词语，并无完全嘛有遗漏，所以呢，才有真侪台语先呢在做填补的工作。这个念车嘛是会当念做七啦。汉字古今音表就讲到，这字呢中古音念做车，上古音念做七，集韵12节念做车，六支念做七。伫韵书结目低音呢，加韵出上平，这字念做车。基韵呢出上平，念做七，
所以呢，这字念做车，念做痴，嘛无啥物对甲毋对的问题。我搁念一小段的诗经小雅素愿呢，互恁做参考。秋日凄凄，碧血故为。乱离木易，弯旗色归。刷落来，有朋友问我，伊将这个词呢念直物，互纠正讲这是错误的，爱念做实物，这是正确的。问我敢是安尼？我讲这念做实物无毋对，但是伫理论上念直物。嘛袂当讲伊是毋对的。说文解字的切音有写着，上直切，切出来音念失，但是说文解字嘛有讲着，失何失也，将木直声，失是形声兼会意字。之前有讲过，形声字的结构中。表示读音的部分称作声符，所以这是失会当念作得的证据之一。《论语》微子仲人曰：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孰为夫子？是其中离文，伫朱熹的著作《论语集注》内底所注，失音得。这嘛是这个失会当念得的证据之一。伫陈新祥教授的《古音学法味》这本册内底就有讲到，下摄的述韵有一个正起音同分两类的学说，内底就有讲到，失将直声，凡直声之字，真侪拢是伫个指头、指上，以此证治呢。伫古音失为止的音，不可立正起呀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这个失呢，伫古音来讲，爱念做得，所以这个念实物无毋对，但是念直物，伫理论上嘛袂当讲伊毋对的。不如个解说起来较麻烦而已。想煞讲一个照理论是对的讲法。但是有袂少人无照理论去念。我举一个例，这个照台语变调理论来讲，应该爱念身份证。不过个我接听到拢是念做身份证。身份证的分是第七声，变调爱转第三声，念做身份证。安那念身份证呢？是将这个分当作第一声来变调。若问我为什么会安尼念，目前我还阁想袂出来。等我日后若有想到，再阁来向大家报告。还阁有一点，身份证这个词呢，我拢念做身份证。为什么会安尼念？若阁讨论落去，又阁是一大段咯。咱先安尼就好啊。节目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